農曆7月鬼節啊，一定要帶嘅水晶喺農曆7月咧，能量係好浮動嘅。有啲水晶一定係要帶住佢嘅，幫你穩定你嘅磁場啦、擋煞同埋咩啊護身。今日 Peter Sir 會介紹3款。第一，泰國師傅開咗光嘅歷泥。OK 啦，嗱佢有另外一個名稱喎，佢叫做流鐵，嚟自於泰國深山嘅天然金屬混合物，能量光強，好霸道嘅，好似一道咧無形嘅防護罩罩住咗，將負能量同無形嘅干擾直接彈開咗。歷泥仲可以咧幫你穩定你嘅心神啦，7月瞓得安樂。第二下茶晶，佢比較溫和同埋接地氣嘅，將周身嘅濁氣同壓力咧導入大地，唔會積喺身體入面。帶住佢咧，個人咧會踏實啦、冷靜，唔容易被周圍嘅浮動能量影響到。第三黑髮晶啦，裏邊嘅髮絲啊，辟邪能力係好強嘅喎，同時有助清理負面嘅思想。佢嘅保護係呢個滲透式嘅，由內到外幫你清走啲鬱結啦，令你思路清晰咗。唔會疑神疑鬼咯。呢3款係鬼月必備嘅守護石，揀啱一款咧，你成個月咧都心安。我係 Peter Sir啊，願你7月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啊！水晶睇過 Peter Sir，唔會帶到污水。